作为所谓的零疫情政策的一部分，中国当局将东突厥斯坦人民关在家里86天，饿死他们，不给他们治疗。极端的隔离措施不仅给人民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严重损失，也造成了经济损失。中国社交媒体微信上的一篇帖子显示，中国当局计划将所谓的隔离期延长至12月31日。在录音中，一位维吾尔女士抱怨食物不够，政府官员无视他们的饥饿。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中国国务院兼外长王毅举行电话会谈。美国国务院发表书面声明表示，布林肯和王毅讨论了两国关系。声明中指出，国务卿布林肯与外长王毅讨论了继续保持两国间沟通渠道畅通和以负责任的形式发展中美关系的必要性。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及其对全球安全和经济稳定的威胁。据日本媒体10月30日报道，日本政府就作为整个诸岛等岛屿防卫的新型导弹力证部署的高速滑翔弹，正讨谈加以改良，从而把时程延长至超过1000公里。如能实现，时程将概率中国亚安地区及朝鲜。多名政府相关人士透露上述消息。郑州富士康工厂员工为躲避清零，正在大批出逃。网上流传的视频显示，成群结队的人民带着简单行囊，在公路或田野上暴走。据报道，富士康在郑州的大型装配厂位于一个冠状病毒疫情重灾区。另一方面，广州疫情近期反弹，海州区、白云区皆出现核酸检测排长队、人挤人的现象。一段视频显示，上永顺核酸检测点几米排队做核酸的场面，人潮拥挤不堪，民众担忧会进一步造成感染。作为习近平第7亲信的中共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审问中国国家安全部部长。据报道，陈一新长期在浙江任职，2001年6月起兼任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直接为习近平服务，与后来大川独揽的习近平建立了紧密关系。近日，俄罗斯电视台网站10月30日报道称，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称，美国的目标是在军事和经济上削弱欧盟。报道称，拉夫罗夫在一篇采访中说，欧洲人因反俄制裁而遭受的苦果比美国多很多倍。